这次专门从中国的国内过来，能够来到洛杉矶参加咱们传承杯的，最后一场压轴音乐会，感到非常的高兴。而且呢，这次音乐会呢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是呢，就正好是我们的著名的音乐大师作曲家谢新海先生诞辰120周年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要演黄河这个钢琴协奏曲，而且呢，担任钢琴协奏曲呢是4个孩子，他们出生在美国，所以呢，能够演奏黄河，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种陶冶。我叫刘妮可，我将演奏黄河第1乐章《黄河船夫曲》。我的名字叫段淘淘，我是弹第2乐章《黄河颂》。My name is April Ike 岳豪，我是弹的黄河第3乐章。I'm Grace Wang, Wang Ziyan, and I'm playing the 4th movement, which is defending the Yellow River. 祝第8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圆满成功。我这是在那个第8届国际传承杯闭幕式上面，我将会演唱《红楼梦》的经典选段《金音乐良缘》。我选唱了一段《珍珠塔》选段，是陆锦花老师的代表作。说第8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，圆满的成功，圆满成功。祝传承杯越办越好。天使之城中华传承第8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圆满成功。这次晚会上，我将为大家演唱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民歌《小白杨》，送给你们。我将在这次艺术节上，演出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《黄河颂》。祝贺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。祝贺第8届美国传承杯艺术节圆满成功。祝第8届传承杯艺术节圆满成功。祝第8届传承杯艺术节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。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圆满成功。热烈祝贺美国传承杯第8届艺术节的胜利召开。